欢迎收看今日暗时的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来看到讲台湾半导体，会使伫这世界徛起哦，其实和定金留伫台湾和这个世界供应链的这配合有关系啦吼。那么看到讲哦，新竹科学园区哦，总是办到这40周年颁奖。那么看到讲半导体两个英雄吼，互相相隔30档哦，因为这个1984年咱讲吼中原大港之战吼，这个甲吼会使讲吼总伫遮大和解啦吼。那么看到讲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吼，和这联电应有董事长周兴成吼，伫咧颁奖典礼然后等于吼阿宏受领到这个贡献成就奖啦吼。那么讲吼，周兴成主动去握手吼，甲谁握手？甲张忠谋来握手啦吼。所以咱讲吼，张忠谋甲这个周兴哲这两个人的这个结吼，就是这个部分吼会当来化解。但是讲吼，其实迄当阵哦，政府所定的这个半导体是一种策略性的这个产业啦吼。啊，迄阵工研院有成立着这个联电啦吼。但是因为这个技术落后全球国际这大厂哦，不时就互 Intel 来控告讲哦，侵害着智慧财产权吼。啊，当阵咱嘛讲吼，联电总经理周兴成认为讲哦，伊经营这个整合元件哦 IDM 这个部分哦，真正非常的辛苦，所以要转型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伊去甲美国吼，要向这个张忠谋，伊当阵是这个科技的顾问吼，要甲伊请教吼，到底会当去做这个晶圆代工无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迄当阵哦，张忠谋认为是无合适吼，无适合啦吼，所以迄当阵无去做。但是1987年的时阵，台积电迄当阵吼，咱就看到讲吼，这个董事长张忠谋吼，伊就提出着讲晶圆代工这款的这个概念落去进行啦吼，所以安尼计划起来。即当阵，咱就讲吼，这两个角吼，就自迄当阵开始咧相战。当然，咱讲看到联电甲台积电吼，其他的这个相战的这部分，嘛有这个技术上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要过来讨论就讲吼，这个中国半导体吼，这个龙头中芯吼，即阵咱讲吼，台积电出身的这个人才吼，要去互游过遐啊，但是咧，即阵嘛发生着这个人才这个大地震吼。安怎讲咧？咱看到即阵是台积电前共同营运长啦吼，啊嘛是前武汉丰芯的这个执行长。张尚义吼，人拢叫伊张爸啦吼。但是即阵吼，咱看到讲吼，伊要推啥啥，这个 chiplet 吼，小晶片这个部分啦吼，啊就讲吼，伫中心会当实现伊的理想。但是咱嘛讨论着讲吼，这个台湾啊，这个半导体，咱讲吼，咱这个人才库的这部分，拢去由中国来去吸收啦吼。另外咱讲吼，啊中心即阵吼，联合执行长吼牛明祥啦吼，即阵嘛是愤慨来升势啦吼。那么看到台积电两个人才伫遮相拼，啊买手吼伫遮吼吵闹，然后有影讲吼，一山袂当吼用着两只虎伫遮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就来回顾着咱规个这个半导体伫台湾的发展。先来介绍咱的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主持媒体人蔡玉珍。您好，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过连线，咱们要来请教到台经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感谢主任啦吼，咱要来先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世界吼大和解，这个画面是安怎形的？先做来看。上台领奖了后，仍电用有董事长周兴成加向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两人握手，比外界认为是破冰世纪大和解。董事长刚跟曹总握手，也稍微聊了一下，不好意思，说了些什么？方便帮我们分享一下吗？大家互相说好，祝福他健康。也没有什么心结了，你们媒体喜欢戏剧嘛？两人被传有如量情结，伫半导体界流传过去20年毋捌见面，如今因为新竹科学园区欢庆40周年港台，讲到这个世纪之役，周兴成讲无心结，也学到台积电的护国神山好成绩，也搁对台湾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见解。其实我觉得园区厂商可以合力啊，推动几个排水淡化厂。那么第二个就是电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做零排放的时候呢？又需要电力，那只靠再生能源绝对是不够的，一定要回到核能。没有土地的话，我觉得是很多初创业的公司都办不成的。那另外还有这个单一窗口的进出口的服务。
台湾的科学园区年产达超过2.6兆规模，其中的科是台湾上大的科学园区，有关键地位。2020年多疫情，台湾半导体产达表现一万进展。这颗40周年庆，除了中东模架做形成以外，宏基创办人施正荣、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拢来领杰出成就贡献奖，贵为台湾半导体大头家合体，引起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联电甲台积电吼，这个小震吼，主因的这个股票代号就咱看得出来吼，2303甲这个2330吼，啥个叫相神拜？应该是联电吼较早上市，台积电吼，因为伊后壁吼，咱即个政府的资源，包括工研院吼、工研院，加这边互伊的支持较大，所以即马咱看着讲，哇，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但是。就自早开始吼，要发展这个半导体吼，是对联电开始。联电成立的时阵嘛较早，1980年，所以迄个时阵吼，其实这个公司联电成立的时阵，张忠谋吼，我用国语来讲，张忠谋伊迄阵人伫美国，伫咧德州仪器，迄个时阵包括咱的行政院长吼，个经济部长孙运璇呐，个李国鼎这的人，我相信大家拢了解这几个人伫咧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迄阵李国鼎吼，为着奉命去美国要请伊转来，但是伫这个时阵，曹新成就先。写一份计划去甲美国的时阵，去甲张忠谋讲吼，台湾若要发展半导体，就爱安尼家己来做吼，所以就爱成立咱家己的晶圆代工的这个产业。迄阵张忠谋伊伫德州仪器，伊就想讲，这安尼敢有法度通好做吼？因为台湾迄个时阵，大概拢传统的产业做了较好，迄阵较强的是像台塑啦、台泥啦这个公司，个迄阵这个民营化的4大公司，农林啦，个这吼，这拢是传统的产业。你讲要做这个晶圆代工吼，其实迄阵台湾是无把握的。OK， 所以台积电迄阵拢还未成立的时阵，曹新成就先提这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吼，尾啊，当张忠谋对美国去用请回来的时阵，伊迄阵伊是2间公司的董事长，结果这件代志大家咱感觉讲，哇，即马尾啊，张忠谋伊伫咧这个半导体这内面的重要性，竟然赢过上头发去这个想法的曹英晴，所以我心内头这个愤慨吼，伊的干已经干40年啊。伊讲吼，你甲我的物件摕去，变做你的，所以你是教父啊。我是发明，我是摕物件互教父去变做这个先知的人，所以我应该叫做先知才对。所以曹新成一直拢做不满的吼。伫咧媒体这几年，其实过去。联电的股价嘛袂歹，OK，但是伊一直想讲，我有一天我要拍败台积电，结果咧，伊伫咧差不多前10几年的时间吼，拢无法度，OK， 无法度了吼，伊就想讲，我若去大陆，大陆的市场遮尔啊大，所以我若走去大陆，无定着有一天，我有在着甲拍败，结果伫咧1998年的时阵。伊就走去即个苏州，苏州的合建这间公司，但是当时台积电嘛，足侪人要去用挖去，包括有一个叫做张汝京，嘛去用扭去中心，结果台积电是张忠谋伊收掉咧，伊坚持讲，除了迄种淘汰机械以外，我无爱去中国，我敢若淘汰的即个设备，我会当去中国生产，但是新的。先进制程，我绝对是留伫台湾。所以就是因为安尼，经过20年，20年咱看到讲曹新成伊认输啊，即个竹科40周年即个典礼互咱看到讲哇，咧老曹我拢叫伊老曹啊，老曹。伊足谦虚的，学了讲张忠谋真正是有够伟大，因为伊收掉台湾半导体这个江山，所以才有法度互台积电变做咱即马看到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当年若参与共款，若去中国，嘛是去了害了，所以就是因为张忠谋的坚持，到即马咱看到台积电。
伊不但愈发展愈好，而且连美国这个贸易战内面，嘛将台积电当作是最重要一个战略这个武器。所以这就是张忠谋，互人感觉足佩服，连曹新成应该看起来是认输啊兼佩服。就是认输先赢一半啦吼，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1980年代啦，咱讲联电创立迄当阵吼，是头一间这个民营的半导体公司。咱头头讲到，这个股票代号是2303啦吼。啊，买手真正这个台积电啊叫一声这个先败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迄当阵为什么这个甲拍遐深的，就是1984年迄当阵吼，去美国请教啥？迄当阵咱头头嘛讲过吼，迄当阵是这个行政院的科技顾问啦吼。迄当阵但是伊认为这个晶圆代工这种模式吼行袂通啦吼。所以迄当阵甲伊拍回票，但是咧，1987年张忠谋吼创立台积电了后吼，转做是这个台湾吼，也是讲全球吼头一间纯晶圆的代工厂啦吼，啊一了伊嘛变做是晶圆代工之父啦吼，也是半导体之父啦吼，互伊真正吼不满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台积电开始要营运了后咧。张忠谋迄当阵，佮兼任台积电和联电两间公司的董事长。迄当阵看袂落去是啥？就是咱讲的造型成吼，伊结合其他的这个董事，用着竞业条款啦吼，要求伊来辞去联电的董事长。咱看到讲，1991年吼，张忠谋辞掉这个联电的董事长吼，即阵就来看到讲吼，是这造型成来这个升起啦吼。迄当阵这个双向的战争。又搁开始另外一波啦吼，这波开始咧，咱就看到讲，迄当阵1995年联电就要转型是纯晶圆代工，但是2000年的时阵，有一个关键啊吼，就是当阵联电准备要和这个吼，咱讲 IBM 来去合作，但是合作无遐尔顺利，买手真正入袂着咱所讲这个护国神山吼。继续咱搁请教授啦吼，你安怎看？因吼自咱头拄仔讲的，迄个甲吼，自1987年开始啦吼，买手咱搁看到讲吼，第二波是因为这个技术的这个战争吼，你安怎看因昨的这个世界大和解咧？我感觉迄个伫形成董事长伊感谢迄个张创办人，我感觉这是应该啦，因为就咱像拄则即个于珍姐讲到啦吼，因为拄啊好有台积电吼，伊好啊伫台湾一直去做研发吼，拄则主持人咧讲吼，伊就不断的咧投入即个研发，互伊的技术愈来愈好。是，所以拄啊好拄着即件创破起来的时阵，咧拍即个贸易战的时阵。变成台积电是不管是伫台湾还是伫世界，拢占足重要的这个地位啦。OK。因为台积电的地位遮尔重要，上重要的是伊参中国是无共的。伊无去抹着中国的病毒，伊主要拢是伫咱台湾。所以伫这个方面来讲，美国人若要来参咱亚洲的厂商合作，对一个厂商就是台积电。辉昂供应链对，重要的。敢若命讲，敢若伊参中国无关系尔，甲上重要是伊对家己的要求足悬的，不断咧做即个研发，所以伊的技术是愈来愈好。技术愈来愈好的时阵吼，慢慢愈做愈大，变成伊即个供应链内底的一寡参与合作者的厂商，不管是卖伊机器的，爱帮伊维修的，还是爱卖伊原料的，即个厂商，大家嘛拢爱慢慢来咱台湾设厂。是，所以慢慢就是讲。台积电吼，伊的上重要角色就是怎甲大家靠过来，靠过来了，怎变成这一个足重要的供应链，为人甚至甲讲这有国防、国安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讲联电，上一开始我讲联电应该感谢台积电呢，因为伊甲这个半导体这个供应链规个厂商，不管是外国好的厂商，规拢甲靠来咱台湾，变成咱台湾会当去参人外国政府谈判一个足好的一个底牌。伫这个情形之下，联电伊嘛还有厂伫咱台湾嘛，所以伊就会当伫台积电的保护之下，有哪会当参遮来的厂商做伙合作。伊我卖原料，你若真正有好的原料，我嘛唔命讲敢若卖互台积电了，我嘛会当卖互其他咱台湾遮好的厂商。只要你会当证明讲你参中国是无关系。所以伫这个情形下，我讲，因为迄个虽然讲台积电的这个技术是上好的，但是无一定所有的这个厂商拢一定爱用上好的技术，爱上细粒的这个晶片嘛。因为你讲像你来做电脑的、做手机啊，甲做车啊，这个战术的吼。对啊，因为你需要的晶片，你的空间遐大，所以你唔免做遐幼，唔免做遐细嘛。
所以这就是咱台湾有每一个产区吼，拢有无共生产无共，这个技术的这个厂商因的一个机会。是。吼，所以拄则若要讲我感觉台积电对咱台湾上大的贡献吼，就是伫这件内底，证明台湾的台积电是参中国是无关系。是。咱会当想着讲，虽然讲台积电伊伫咱南京吼，中国的南京吼有哪有设厂吼，但是你看伊会当设厂设啊，互美国人感觉讲，哦，这是无问题。无影响的喏。因为物件送过了，就家己主动怎无伊，所以安尼特别去讲有偷技术的这个问题。OK。所以伫这个情形之下，伊不管是伊伫技术内底做做好，伊咧保护伊家己的技术，伊嘛做做好。伊若保护技术做做好，别人咧参与合作的时阵，这个人吼，你若咧参人做朋友，你若咧参人合作的时阵，这个人的嘴足密的吼，袂去黑白讲，你会做放心才做朋友，一定会嘛。所以你咧参与合作的时阵，伊的技术若袂提起，甲别人讲，即马美国人要参我合作啊，你敢有兴趣无？还是啥物技术？你嘛讲一下。我若含讲拢无爱讲吼，我就家己点啊做。安尼的人，安尼的厂商，我感觉人若要参与合作，人较有信心，人较有信任。有影吼，这是讲到这个台积电吼。过去拢唔捌吼，咱讲吼真正吼，虽然有去甲中国投资，但是伊过去的这个吼信誉啦吼真好。啊，过去咱讲吼，这个西进中国这个政策吼，迄当阵无对得起啦吼，嘛是一个吼真重的这个是个时刻。啊，头头教授嘛用到吼，咱讲吼美中贸易战的这个结构啦吼，来去看讲吼啊，规个咱讲台积电的这个发展甲联电这个发展吼。继续，咱个先请教主任啦吼，主任你安怎看讲从这个设计的这个部分的吼，咱头头嘛讲到这个技术的部分，咱讲 IBM 迄当阵吼甲联电合作。啊 ，IBM， 咱讲哦，联电真正是入袂起你这个台积电吼，你安怎看咧？来，主任请讲。是当初差不多2000年的时阵吼 ，IBM 有来，讲当初2000年的时阵吼 ，IBM 有来台湾吼，找技术。是找到迄个联电嘛吼，啊其实联电迄时阵有思考用迄个 IBM 的13微米的吼同制程的技术啦。是。啊因为迄时阵张中袂学就讲吼，我要开发家己的技术，因为伊若一旦用了 IBM 的技术以后，伊逐世代技术拢爱入迄个。咱讲吼，拿迄个咱安怎讲叫管理金啦吼，拿管理金给 IBM， 所以呢，中东就张总嘛，爱拿管理金给迄个啊，伊遐就开始开发家己的技术，所以13微米的突破是唯一台积电甲联电吼属于优开的一个分水岭，哦，40周年因两个合解，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咱安讲，因为咱代表讲吼，你因为过去大家无好冤家，就因为吼生理大家咧抢生理，哦，啊，但是未来呢，未来几啊年，咱来看讲吼，台湾经营完大工吼，生理是做袂完啦。所以台积电吼，迄当阵吼发展家己的这个技术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咱联电是甲这个 IBM 来合作吼，啊买手真正吼技术吼差人一大截啦吼，啊毋过咱嘛看到讲吼，这两个董事长吼，即阵嘛已经拢退休啊啦吼，所以台湾的半导体应该嘛是有是个新的开始啊吼，所以咱先带个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台湾半导体这个产业的这个产值吼，甲未来吼真正有这个 bright future 啦吼，这个未来这个环境应该是袂歹吼，虽然咱受到这个疫情的干扰，但是咱今年哦。吼，伫咧全球半导体的产值吼，大约是这个吼代表12条的这个部分吼，咱差不多占哦增加吼3.3%。另外，工研院吼，这个三科国际所吼有讲啥？伊讲今年台湾半导体产业这个产值会当来到吼新台票3.2亿啦吼，占全球的1/4呢，有济啦吼，所以比。去年的这2.66条吼，成长20%啦吼，所以咱讲虽然有疫情的干扰，但是台湾防疫有成吼。台湾半导体90%的生产线拢伫咧台湾吼，加上设备真关度的这个自动化吼，全年拢会当维持正常的这个运作。另外就是受到中国甲美国这个贸易战吼开始拍啦吼，中国中心也好，
华为也好啦吼，这个海思半导体吼，和美国吼，这个因只暗管掐掉了吼，所以咱讲吼，继续来请教玉珍姐啊吼，是，真正咱台湾半导体，这个部分和咱所有的投资人吼，感觉非常非常的欢喜，因为今年吼，你若有买这个台积电，还是讲联电的人吼，赚个800，嘿，拢赚个800，赚个足欢喜的，尤其是曹新成伊这边是安那甘愿甲这个张忠谋吼。敢若讲大家大和解吼，其实因为联电嘛是受惠者，就是讲这段时间，因为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表现足好的，所以台湾所有的半导体的这个企业，包括本来联电已经落到咁样剩10块咧，迄票面险落破去吼，结果对10几块起到这边起3倍呢，所以。这个老巢的这个身价吼，嘛安尼变2、3倍，所以我相信伊嘛是衷心的感谢讲。所以张迄个握手嘛是有真正感谢。真正感谢讲吼，实在是因为台积电有这款的表现，所以包括咱即马竹科、中科、南科吼，这所有的这个以台积电。做龙头，伊做龙头了，所有相关的这个供应链拢落来，包括美国美国这个高通啦个这个荷兰商艾斯摩尔这个公司嘛拢做伙要发展讲即马全世界上界悬的科技半导体科技的这个中心都是伫台湾。以前人讲应该是美国的矽谷才对。但是即马伫台湾，所以互咱感觉讲足骄傲的。所以你看即款的疫情，全世界经济拢咧倒退，包括美国即马嘛，足侪人伊讲我以前伫 Microsoft、伫 IBM， 最近用要无头路，但是伫台湾无共款。今年即个台大电机系，个清大才即个参即个半导体有关系才毕业生，拢去用。抢了了，抢到吼！你即马为了讲我因为安尼，所以我延后1、2年才出国去读册、读研究所。所以就是因为台积电诱调所有台湾的人才，伊嘛甲因加薪，因为过去中国拢会讲我都甲恁学过就好啊，嘿，3倍5倍互你。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因为台积电所诱出来这个台湾科技产业伊受惠的这个公司足侪哦，大家看到讲。哇，除了因为40周年这个典礼你看到讲哇，包括联发科联发科蔡明介虽然伊嘛是有伫中国，嘛是做这个IC 设计这个晶片伊嘛是有互中兴啊、华为，就是讲伊唔是达到咱讲的纯的。这个无红色的，但是敢若纯无红色的，就是台积电。所以以后咱台湾感觉足有民主、足骄傲。所以咱即马讲股票已经到14点，大家讲万事如意，万事的如意。所以即马逐工看到台积电，即马若看到讲台积电是红的，安尼今仔日大半都拢好的，嘿，就带动所有这相关的产业拢爬起来。所以这就真正是讲就有啥物款的产业，会当成长20%。个未来3年5年，大家还阁看好。这款是足无简单的，所以我感觉伊就是因为有台积电遮尔好的基础，所以互咱台湾的这个科技产业，即马变成全世界拢爱来咱遮来甲咱学习，来甲咱采讲。所以这就是即马台湾上界宝贵的这个资产。这嘛是咱感觉讲对咱的股市，即马虽然是14000几点，但是抑阁有信心讲，应该是会阁较好，因为这个产业所占的这个伫个股市的比例足悬的，所以嘛互投资人感觉讲，你看最近包括相关的啦，除了 IC 设计以外，封测啦，你看本来。嘛拢10几块的，即马像华邦电呐，个遮的DRAM记忆体的拢起嚟，所以互咱感觉讲，真正拢是因为台积电带头，所以互咱感觉足有信心的。即我感觉讲，看到因昨安尼就是更较有信心。投资人感觉讲，袂歹呢，真正台湾应该爱甲己感觉足骄傲的才对。所以咱做这个 IC 设计也好，制定也好，甲咱讲的这个方式也好，然后咱讲台湾真正拢甲伺候调啦未来咱讲真正即阵是头一摆破3条这个大关啦咱嘛看到讲行政院，咱昨看到这个副议长伊安尼讲，2030年要挑战啥？要挑战5条的这个部分啦。但是5条进前，佫有真侪难关，难关伫倒位？
教授，我感觉若要讲真正到5条的时阵，这个难关当然上大的难关应该是韩国啦。哦，韩国。哦，我嘛迄个这个张忠谋伊伫进前一阵嘛有讲过，伊讲台积电也袂完全赢。因为迄个韩国的三星，也甲伫后壁一直咧掠。因为咱袂当讲伊是无需要尊敬的对手，因为三星你会当讲伊伫即个手机啊，伊伫足侪电子的产业内底，伊那拢是龙头啦吼。啊，伊伫即个龙头的情形下，因为大家拢看到台积电即马伫即个部分吼，算讲会当讲是上大机的。啊，伫即个情形下，大家感觉伊的利润一定是袂歹，一定是足好的。啊，你莫讲买参物厂，你敢若叫伊做袂了来做，你就做袂了啊。所以你若讲像迄个三星即种的公司呢，伊一定嘛想要做红嘛。伊若想要做红，啊，你讲伊无资金嘛，伊的资金嘛足济，只是讲吼，伊的事业体实在是太快了。伊要甲规个资源讲要刷过来遮。参台积电来竞争吼，我嘛这当然需要时间。上重要的是讲，伫5条这个部分吼，你对3条要到5条的时阵，台积电面对的就是讲，伊有法度继续来领先无？吼啊，重要就是讲这个资讯安全的问题，有哪会做好啦？吼，就是讲咱虽然对啊讲台积电伫这个技术的保护了，已经算讲做了袂歹啊。吼，但是吼，什么时阵会出问题，其实嘛是唔知影嘛。所以伫这个部分的投资，我是感觉有哪袂当讲伤过轻视啦。吼，有哪爱继续去做。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咱要半导体这个产业吼，咱若要到5条吼，其实。有当时啊，咱来小可思考一下吼，是毋是其他的产业，比如讲咱台湾其他会当去用半导体这个产业，有哪会当甲带起来啦？因为带起来就是讲，你毋免干那讲靠外口的人来甲你买，你家己嘛有这个产业会当甲买起来。吼，所以我感觉咱伫未来吼，要去挑战这个5条的这个标准的时阵吼，咱爱注意。咱继续要来请教咱这个主任吼，咱头拄嘛有讲到吼，2030年有画出讲5条啦吼，咱讲吼这个混业是讲吼真正这个大关会使大一突破啦吼，但是真侪挑战吼，伫咧头前咱都嘛有讲到吼，亲像讲这个外商吼，这个材料设备拢吼无在地化啦吼，亲像讲这个应用材料公司也好，环联好，也是头拄这个玉珍姐讲的这个 ASML 这个部分吼，其实有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原料拢掌握伫这个国外吼，啊，主任你安怎看咧？2030年5条，佫有啥物难关无？是，我是安尼看吼，咱半导体产业吼，伊迄个顶游就是比如讲咱晶圆这块吼，就是你长晶这块其实是日本的技术甲德国的技术。这边的技术咱已经渐渐会使家己做啊，所以这是有突破。啊，即卖另外的技术，咱拄话讲 ASML 吼，啊甲美国的 Lam 吼，这边就是变开始是晶圆制成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技术吼，这咱无法度掌握，因为这内底足侪专利，咱无法度控制。台积电是咱台湾专利上侪的公司，伊一年有差3万件，即摆3万件吼，伊即摆累计啊，只有差3万件的专利。这个专利呢，以前看敢若无路用，但是即摆甲看讲，伊10多年前就开始咧布局啊，布到即摆伊已经全世界咧晶圆的制成内底，伊上厉害，全世界无人比伊较厉害。吼，啊，咱即摆咱真正咱台湾产业定来咧讲吼，啊，咱所有物啊拢在地化。啊，请问你若啥物物啊拢要在地化，啊，其他伊遐外国公司伊要食啥？所以台积电伊足厉害一个，我感觉伊的关键就是讲，足够整合，才会全球足厉害的公司入来。哦，比如讲，伊一定爱交 ASML 合作，伊的紫光技术，才有法度做到3奈米，即摆要挑战1奈米的这技术。伊这拢爱足大的投资，所以台积电伊就爱专心去投资伊的地形的微小化。伊若专心做这行就吼，其他的技术，即个国际公司因来专心做，啊，所有最后大家甲整合起来才会上强。啊，所以拄啊，蔡明芳教授伊讲了真好。咱台湾技术吼，即马上重要的就是讲你
AIoT 吼 ，AI 甲 IoT 这两个吼，这两边的技术未来应用。啊，这未来应用吼足快，因为吼，你看第一项，咱看车咯吼，即马无人驾驶车吼，无人驾驶的车内底，是，一台车内底等于遐带爱到几啊台的电脑，啊车内底你判断的时阵，伊要用全世界上紧的 AI 你判断，是，啊所以你家看，讲内底讲车咯好啊，就用足济啊吼，啊个其他的产业我都歹咧。Google 咯是不是咱台湾的奥多麦？是啊，伊即摆是全世界上先进的迄电动奥多麦，对不对？啊，电动机车内底爱用 chip 嘛，爱用。啊，未来你来看讲吼，未来咱的 Google 咯吼，咱会使撒个全世界时阵，内底是不是拢用咱台湾做的晶片？有嘛，是不是？哦，所以我看讲吼，咱未来台湾甲美国吼，咱合起来技术突破的话。未来咱台湾的迄个繁荣的光景哦，上少20年以上啦，上少20年以上。上少20年啦吼，咱嘛毋望讲这个20年会当搁变较出头一个吼。虽然咱讲会当降压，也是讲领先这个部分，但是咱拢吼卖吼这个放较轻松去啦吼。不过咱搁讲转来吼，咱讲到台积电吼。建吼定建伫台湾，啊头拄嘛讲着吼，真侪产业会当像即个吸咗啊共款吼，甲即个其他产业拢吸我来台湾吼，这嘛是台积电伊真重要即个部分吼。咱嘛搁回过头来看一寡即个历史的部分吼，迄当阵吼李登辉嘛讲着即个戒急用忍啦吼，啊咱讲即个张忠谋迄当阵虽然有一寡批评，但是伊嘛吼甲即个联电的即个造型成讲吼 ，You must be patient 哦。be slow 啦吼，真正用着安尼吼，啊用英语的方式去甲即个造型型来讲吼，台积电讲吼爱遵循着即个紧留台湾即个部分吼，但是咱头拄嘛讲着吼，即个紧若无伫台湾，若是生过其他即个投资方式来去甲中国的即个时阵，会出现啥物问题？咱头拄嘛讲着即个核干即个部分啦吼。另外咱看到台积电即个部分，2001年吼，是得到即个 Forbes 即个全球500大即个企业。另外咧，即个市值吼超过着美商即个 Intel 吼，正做是全球营收吼第5大即个半导体公司哦。伫2007年的时阵，咱嘛看到讲吼，2020年的时阵，即阵已经估计超过500块历史的新高啦吼。不过咱看讲联电头拄咱嘛讲着吼，伊即个票值吼，咱讲即个股票的即个值会当自即个要甲落市的即个阶段，即阵会当搁挖起来吼，嘛是一大基啦吼。咱看到讲迄当阵吼，联电含即个苏州互干吼来去设厂。另外，咱嘛看到讲2018年哦，了差不多117亿的这个台票啦吼。啊，赵兴成迄当阵有公开表示讲哦，9日共识一中各自这个宣布啦吼，是这个乌白讲啦吼。所以若是讲哦，伊逐工讲一个中国的话吼，台湾无活路吼，并且表示讲，乃当将来吼无希望甲中国来去设厂啦吼。伊应该是讲吼，来当定来吼，我希望我无去过中国，我无去做这件代志。但是伊过去讲，伊这个逐工吼坐飞轮机吼早起去啦吼，暗时就转来，无定根伫中国啊。原来伊认为讲吼，中国遐尔大，所以讲若无大的即个腹地，吼无遮尔大的市场吼，联电是无法度通好做大，所以当时才会去投资合干。啊，当时投资合干的时候吼，佮偷去，因为李登辉时代、甲阿扁总统时代是限制，限制伊算偷走，所以尾啊伊官司有伫身躯顶吼，上电视佮伫遐画玩弄，结果明明都有做，佮伫遐画玩弄，尾啊吼。佮美政府，美政府了足生气的，所以移民去新加坡，所以这就是这个老巢吼，伊这个心路的过程，但是咧，大家想到讲，因为安尼哦，伊本来想讲我去中国会变好，会变拍败台积电哦，结果伊嘛是共款啊，了解安尼，尾啊估计吼，联电上加落甲剩6块，6块，真正是大家讲这叫做鸡卵水饺吼。真正做凄惨的所以但是老巢伊家己的钱嘛，趁无介少啦。为什么？因为伊投资另外足侪所谓的廉价班的公司嘛，包括联发科、联咏这些东西嘛，所以伊钱趁袂少，但是伊就是我搁投资足侪物件但是张忠谋吼，我感觉大家是安怎遮尔钦佩，就是讲我就是专心来研究，什么物件是无法度互人。这个学去，要入来难度足悬的，这个技术，所以张忠谋吼，
足侪人讲啊，真正无听到讲伊也要去投资这，也要去投资这，伊无，伊就将较好的技术的公司拢邀来做伙，但是毋是属于伊家己的。哦，所以这点是互人做佩服的，因为伊就是趁我伫遮打工，所以伊叫做打工皇帝，但是是咱台湾互人上界钦佩的打工皇帝，不但政策讲你莫去中国，所以伊感觉讲着安尼路行久。台湾才有法度通好伫世界行出无共款的路。曹新成就是我就是要来行看卖啊！我若无行，我哪会知影讲这条路我有在条拍败台积电无？所以伊才会甘愿认输。伊这个过程吼，这10几年来，其实原来是感慨足深的啦。所以你看曹新成这个人，对伊的口中甲你讲出来讲吼。莫甲我讲什么是9·2共识，莫甲我讲什么一个中国，你会感觉讲那有可能咧？伫伊心肝底，伊应该认为讲吼，就是参王雪红啊，参尹彦良这伫中国赚大钱的人共款啊。我应该是支持9·2共识啊，支持一个中国啊。尾啊，就是因为曹新成伊看清楚这是错误的。OK。所以台积电伊本身伊顾伫台湾，但是伊嘛有足侪即个委屈，搁足侪危机。伊的危机就是讲，伊的人拢去用诱去。伊上大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梁孟松去用诱去3000，另外伊足侪重要的干部拢去用中心，拢去用华为加个诱去。所以这嘛是咱直直讲讲。咱台湾这的技术，台湾这的人才，你若规旁拢诱去，伊是几百个拢甲你诱去呢？几百几千个，对，几千个拢甲你诱去，毋是讲我干那一个梁孟松，我干那一个蒋尚义，所以这就是嘛是台积电这10几年来，伊为着要行这条无共款的路，所以伊爱将人才顾好掉，但是人都加足侪倍的薪水，直直要甲你诱去，你嘛无法度，就是。伊阁有在调讲我是敬业尽职，但是袂要紧，你先来我教授，你先来我清华大学，伫遮无人知影，但是你着做顾问，做顾问将你伫咧台湾遮的台积电的遮的技术，偷下来，偷摕互我，所以毋才有在调。你看即个华为你看华为任正非伫遐讲伊偌伟大，伫遐讲伊哇，即几年安尼本来嘛是青惨落魄，尾也偌伟大。其实这种故事拢编出来啦。坦白讲，伊的技术就简单的啦，嘛是台湾摕起的威盛的技术。尾啊威盛一旁人佫走去华为啦，所以原来是台湾的技术佮台湾的人才偷送过啦。所以咱讲台湾的这个技术甲人才库安怎留伫咧台湾非常重要，但是就是有人安尼这个开大钱3倍5倍叫你去遐试一下这个水温先做来看。台湾半导体科技领先全球，不过对岸的中国这几年来积极发展半导体产业，都把目标锁定台湾，唔但用真悬的薪水吸引台湾的人才，而且用手段偷摕商业机密。敢若是台积电发生机密互偷摕案件，都一层过一层。2018年，台积电就传出内部的工程师影印28奈米制程重要的文件，暗算要跳去中国争议大工厂华力微。半导体大厂正在发生商业机密互偷摕的情形，其他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嘛受到牵连。亲像新竹科学园区真有名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德成科技，2019年4月份，疑似去互员工偷破解公司研发部门的密码，去公司的资料库偷摕非常机密技术的资料，估计损失恐惊有几十亿。初估少说都是至少是10亿元起跳的这种经济损失啊，但是你说至于确切多少？我们目前这个是初估，有可能是比这个金额更大。类似这种商业间谍入侵公司，甲高端技术的营业秘密偷摕去的情形，伫台湾的科技业进前都捌发生过。因为台湾科技业常在访用顶倍薪水，人才互吸收去，甚至互遐想空想胖的员工，甲台湾公司的研发技术还有成果偷摕走，而且摕去刀口共图的，搁较侪是走去甲中国。专家认为讲，这是目前国际竞争的趋势，台湾应该要做好相关预防的措施。在这部分的利诱下，当然会有人铤而走险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相关的公司的机密状况下，这些营业秘密基本上都要先做好自己的准备。高科技半导体产业会当讲是台湾经济真重要的根，
中国几啊届化工计划要伫2025年进前达成40%手机仔晶片，家己生产、家己供应的目标。进前台积电出身的张子京甲蒋尚义嘛转去中国，引起大家讨论。台湾科技产业去互中国业者偷摕商业秘密的案件袂少，要安怎阻挡这款的案件一再来发生，就要政府甲企业共同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看到吼，甲这个商业秘密吼，早起这个中国吼，这个案件吼是事上听到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代价就是吼，台湾吼，这个科技吼也是技术真正拢送吼，这个中国去啦吼。咱嘛有整理一张图表，咱看到中国半导体吼，这业者吼是3倍，咱头都讲甚至有5倍啦吼，已经超过3000多名这个工程师吼涉进中国来去做一寡吼做事啦吼。咱嘛看到台湾半导体这个产业吼。人才外流的这个危机吼，已经产生吼。另外，这个上有名案件吼，就咱头拄嘛有讲到吼，任职到台积电吼17档的这个资深的研发处长梁明祥吼，2009年升去韩国三星啦吼。另外吼，就互这个三星甲台积电技术吼，这个扭甲真活来吼，三星安尼规个这个吼技术，就啊请甲。甲台积电要讲啦吼，结果这个苹果的 A9的这个处理器吼，订单自台积电互抢走啦吼。迄当阵台积电认为吼梁明祥吼有涉嫌到这个泄露商业秘密来去提告吼，一审是败诉，但是入审吼是这个台积电来赢啦吼，所以禁止这个梁这个董事长吼，这个梁明祥啦吼，咱来讲吼，袂当吼继续伫咧三星来任职啦吼。另外咱看到讲，2017年伊甲中国中芯半导体去做执行长兼董事啦吼，迄当阵佫带真侪人吼自三星遮来。另外，咱讲梁明祥加入这个中芯3档了后，真正有这个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但是咱讲吼，即阵咱佫看到讲吼，这个蒋爸。即阵又搁去甲咱讲中心啊啦吼，所以咱佫申请到教授啦吼，这个部分人才先来抢来抢去这个咱讲吼，伊也是台湾的这个人才吼，伫遐走来走去啦吼。我感觉人才这个问题吼，其实讲实在，伊若偷摕资料过，这个咱台湾话讲这饲鸟鼠夹布袋啦吼。但是我感觉大家观众朋友嘛，毋免伤过烦恼啦吼。虽然台积电伫即几档来去用乌足侪人的，毋管是大开还是小开，其实咱会当看一个例吼，拄则主持人讲的刘梦祥即个人吼，伊虽然去三星，尾也去中芯，最近家己辞职啦。吼，那即个蒋尚义即个人吼，伊对台积电。走过武汉丰芯，嘛带一堆人过，遐个人怎啊变瘾头的？是安怎？因为大了钱，无几档，这个公司就倒啊。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吼，咱有哪是爱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讲，毋是甲人诱过就有效。OK。台积电互你的环境，你伫新竹科学园区也好，你伫咱台南，你伫咱个台中的科学园区也好，台湾互你的这个民主的环境吼，参中国是绝对无共的。你无法度凊彩就讲出去外口啉咖啡才能讲一寡话，随时烦恼讲中国会来甲你干事。所以我感觉吼，这个政策吼，其实我嘛大家当然咱要注意啦。吼，但当然我相信台积电因嘛会足好去处理的。你若讲真正吼，台积电因为去用乌一个人、2个人，甚至是较牛的这偷人，互乌过了，台积电就倒的话吼。今仔日台积电袂到500块啦。OK， 所以我嘛这是上调的重点。是。拄则主持人有讲到这个联电吼，过去咧辩论讲想要过迄个中国的问题，我感觉这个李总统张辉先生会去用遐尼尊敬，嘛，互日本人遐尼尊敬，我感觉是有原因的啦。哦，因为伊用家己用啉吼，毋是大胆射进吼，这个方式吼，上重要就是讲，拄则咱有讲到讲这个做董事长吼，伊过去有讲。你若无一个市场吼，你是无法度变成一个工业的一个大国。但是我要讲的是讲，这个市场毋是干那你过的市场是厉害。你都无技术，你过遐你嘛会做瘾头的。你今仔日你讲过去拄则这个医生节嘛有讲到的吼，宏达电、HTC， 还是讲大家若有印象的话，这个陆良哦，过去大家拢真重视这个中国的市场。但是大家拢无去注意到，台积电完全无去中国呢。但是即马世界市场是谁的？是台积电的呢。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啥物是上重要？技术。你家己有够无？
你唔通过遐互甲你当做念头，讲啊，你到台湾过来，哦，你若有技术若比我较好技术啊，参你斗阵久来，啊，你技术嘛是安尼尔，我一下就甲你抢过来。所以我感觉大家观众朋友吼，大家先煞甲大家讲就讲，大家拢会过去拢会感觉讲，哦，中国迄个市场足大，但迄个市场大都参你无关系啊。你都无咧好好经营，你都无咧好好甲你的技术，甲做进一步的这个研发，所以长久以来吼，你慢慢就会互市场来淘汰。OK， 好，所以我感觉这是上重要。啊，这件联电会遮好，其实嘛是因为参这个管制啊，甲有规个新的需求造出来有关系，并不是讲伊家己伫这个体质真好啦，研发对，不是讲体质真好。我嘛当讲这是一个机会财。OK， 但是咱不是讲这个机会财对联电来讲就无好，是讲咱嘛希望，咱嘛仰望联电讲会当伫这个机会财的经营下吼，会当好好啊，再来重新做一寡研发，吼，甲伊公司规个体制甲用好。像那大这个阶级用啉吼，李总统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是，讲一句较歹听，我门无开，你就走了了啊，我门开开。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咱拄则看到联电吼，伊用尽各种的办法吼，想要走过中国，但是尾啊，就是输了了。大家唔通袂记，联电最近敢若结了一个案，叫做参福建的这个进化，是吼参美国的这个和解案。啊，我嘛相信赵董事长吼，伊是真正无想要过中国，无伊袂去做新加坡的人。OK， 吼，所以我感觉伊嘛是有注意到这点，所以我感觉。不管伊是即马较知影，还是过去就知影，上无咱即马看到就讲，咱这厂商大家慢慢啊，即个气氛拢已经知影讲，中国毋是讲你要过就会当过。有啊，啊，你要过，你要摕别人的市场，我拢会知，你头壳歹会想要去摕中国的市场。OK， 中国今仔日的市场来当互你摕伊吼，啊，咱的中国的领导人吼，就会当包起来啊啦。哦，所以我感觉这是大家免烦恼啦，人才这个问题，台积电安尼不断的用这个新的人才入来吼，迄人才一定会回用，所以伊绝对毋是讲这个人，互你以为你就无伊啦。所以当然咱爱注意啦，爱注意的就是讲，咱爱好好去保护咱这个人才。啊，大家咧想就是讲，咱的观众朋友，你若有讲你的囝儿是谁，拄仔咧刘杜讲我要过中国无，人要互我3档的薪水。看会当，互你吼10档的薪水，啊，你伫第一档规摕了了呗。啊，无迄间公司若无法度经营到3档，经营到10档吼，你过怎真正做烟头的？我感觉大家要注意。是啦吼，卖伫中国做烟头啦吼。过来咱就讲到吼，其实这个台湾这个环境吼真济，然后半导体啊相关的这个供应链会当吼挖落去，还是讲吼，他拄仔咱讲的这个 keep 住共款吼，拢 keep 挖来吼。啊，咱嘛看到讲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吼，这个华尔街哈，伊嘛报道讲吼，拜登吼要和台湾甲韩国吼联手啦吼，要甲这个中国吼，其实因这个半导体吼，甲伊太较这个太肉啦吼，太有较调咧啦吼，你安怎看咧？其实吼，伫咧川普的时阵，大家就看到讲啊，伊就祭出一个叫做华为禁令吼。啊，这个华为禁令就是讲啊，你若要参中国，这个供应链红色的，你就变红的啦吼。啊，我就叫做灰红吼。所以这个部分，互咱感觉讲，本来伫这个美国总统咧选举的过程当中，咱足烦恼讲吼，这个拜登是毋是会去参挖中国？哦，啊，可能因为因囝杭特过去这段时间伫中国原来做出侪生意的吼，所以是毋是会较中国伫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后壁，是毋是会较和解？啊，但是咱这边看到讲，最后的结果不管如何，咱看到拜登即马请出来这个贸易谈判的代表，叫做戴奇。啊，这个戴奇是咱台湾囡仔，因爸爸妈妈拢是伫台湾啊，去到美国啊去读耶鲁的博士，拢是这个化学系，啊去遐互这个查某囝吼啊，伫遐原来读甲。即马变成即个美国总统拜授权的即个贸易谈判的代表，所以伊即马讲出来是互大家知影讲吼，要爱对中国即个贸易的谈判吼，是爱搁行搁较硬，搁较强的即个路，所以大家做烦恼讲拜登若起来了，安尼是毋是会落软？但是咱看到即个叫做贸易撒谎的即个代词出现了，大家感觉讲吼。安尼说来，中国你这华为哦，你讲你要发展这个5G，哦啊，这个科技战，吼，是毋是拜登起来了，
会敢若你中国会赢，吼，即马讲哇，你要一带一路，你要变做世界上大的国家，吼，上强的国家，就是伫即边啦，吼。但是我感觉因可能会想唔到啦，吼，因为这两天我看到大家拢对戴奇搁后壁尾啊，美国参中国的即个贸易谈判，是毋是会搁？摆出较硬的即个形式，我感觉讲吼，咱若讲川普的时阵，上了解中国的叫做蓬佩奥，但是伫咧拜登即个政权起来了，若要对付中国的即个贸易谈判，我相信戴奇是一个相当受到瞩目的即个狠角色。是啦吼，是咱的即个台湾囡仔啦吼，嘛毋望吼，伫咧即个部分吼会当徛好在啦吼，啊，台湾甲韩国吼，甲要上任的这个拜登政府会当合作吼，嘛是一个新的这个里程碑啦吼。咱教授安怎看咧？我感觉我对这个合作我是真乐观啦。真乐观有几个这个理由吼。第一个，咱前一阵仔咱节目中嘛有讨论过，这个中国对澳洲吼，的这个红酒啊。哦，去扣这个非常重的这个关税，啊，你莫名其妙去人扣遐重的关税，已经造成足侪国家的不满。第二点就是讲，最近吼，中国咧处理这个《彭哥日报》这个创办人吼，李帝英的这个手法吼，就是用国汉法咧甲你处理。所以这个我感觉这个问题吼，嘛会造成真侪国家。包含着美国这个民主的主流的国家吼，大家真侪民众的反弹。重要的我讲的是民众，因为大家民众伊若讲感觉中国安尼做是唔对的，吼，包含着咱过去嘛有讲过讲这个新疆吼，这个问题，这个人权问题，全世界的各个的这个国家，若大家民众拢感觉这是唔对的。我感觉拜登吼，伊若真正甲想要去参。习近平压手吼，我看嘛唔敢压啦。OK， 所以这个世界，我感觉吼，伊等于美国吼，可能手唔知压对对。所以我感觉当然拜登起来吼，无共的人吼，大家咧拍红仔票的时阵，可能要出的方式无共尔。但是我拍这个红仔票出去，我就是想要甲你赢啦。OK， 所以我会感觉伊嘛是会对中国原来小共去落手，只是下手的时阵吼。看这个手势是安怎下，是可能会小可无共款，但是美国的民众，我感觉这个主流的民意吼，我感觉这是确定的啊。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过去吼，伫咧半导体这个部分，啊，川普吼用到这个贸易战还是科技战的这个部分吼，甲这个咱讲头拄啊，颔棍吼车伫这个中国头顶啦吼，所以咱即阵看到吼，这个拜登直接要上任嘛，嘛是共款用这个形式啦吼，而且用到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谈判吼，是咱这个台湾囡仔。另外，咱慢慢讲转来吼，咱头拄讲到2030年吼，佮10当的这个时间，咱台湾这个半导体会当安怎大跃进啦吼，但是咱讲有一寡这个人才啊吼，细欠这个问题啦吼，啊这个欠地这个问题啦吼，啊另外就是欠水、欠电吼，啊欠电咱讲吼造形成当时听人讲吼，可能会长期到这个核能吼，敢有可能？另外是欠人才啦吼，啊过去拢讲吼，这个教育系统，咱嘛看到讲吼，真正吼制度会当较放较松的啦，咱嘛看到讲吼，啊最近伫咧交通大学啊，是讲吼清华大学这部分，嘛有成立这个半导体这个国际学院吼，未来就是培养这款这个人才。另外，行政院副院长吼，沈荣金吼，伊安尼讲吼，台湾就是。往这个官方的制作中心啦，科技研发中心、半导体吼先进的制程中心啦吼，甲力能发电中心来定位。但是咱看到力能甲核能吼，这边安怎去准则的？其实吼，我感觉台湾无这个欠地问题吼。我最近拄到足侪这个私立学校吼，伊讲阮以前甲台糖借这个土地，但是吼，阮即马已经拢无学生啊，所以阮想要行，结果吼。要幸福台糖的时阵，台糖讲，啊，你着爱甲我拍好平，嘿，拍好平，我才要收。啊，结果吼，因遮的私立学校的董事会讲，啊，我建筑我起这物件爱几啊10亿，啊，你叫我甲拍好平，安尼是毋是伤过浪费、伤过讨债？所以我感觉像即款的物件，吼，即款的代志，咱就是爱政府出来协调。你遮的台糖吼，转台湾。足侪私立学校以前本来想讲啊，我要用台糖的土地做50年来招生，吼，即马无啊，但是无啊，这个土地会当献互咱政府，献互政府了，我知影讲吼，对这个新竹、台中、台南吼，嘉义、台南遮
足侪土地，是哦，啊嘛，因拢愿意讲，我无学生啊，我要幸福大唐，是安那，咱的政府无法度通好解决这个问题，即足侪所在，拢会当做咱即马要爱这个工业区这的土地，吼，因为这就是政府上悬的爱出来协调嘛，那有可能讲啊，我教育部吼，讲你着爱这个解决吼，啊你教育部做教育部的，啊大唐经济部是做大唐的，无这个道理。嘿，我感觉这爱解决，因为吼，伫政党轮替2000年的时阵，有人足夭寿的，将咱台湾上好的土地拢摕去办学校，啊即马这个学校拢无学生，该行就行，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啦。包括韩国瑜伊迄阵毋是讲，伊迄个私立学校是一白8块嘛，像这款的伊是办这个贵族学校，但是做袂落去的迄种技术学院一大堆啦吼。啊，你讲欠水搁欠电吼，其实台湾目前即马太阳能的发电吼愈来愈侪。哦，但啊嘛就是咱蔡英文总统对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我感觉欠水欠电吼，我罕你看到人讲啊台湾无水欠水吼，这我感觉这是这个假的议题啦。吼，啊上重要的是人才。啊人才，咱大多讲到讲台积电上界大的损失就是。互一个梁孟松去三星去3000，甲咱感觉讲3000对咱还阁有这个威胁。所以像这款重要的这个研发的人才，绝对要限制，限制讲，袂使互伊个安尼甲咱的技术搁提走。这是。